屏科大含一間生態公司對頂個月開始呢，就佇咧直播這肉肉藥檢過程，想袂到昨就傳出鳥仔囝死亡的這個消息咯。屏科大驗屍發現，初步確認是中毒，是這農藥或者是鳥鼠藥仔造成的，就個愛釐清。這顯示講，咱佇咧用藥的時陣，攏有可能會去偷到咱無想要對付的動物。抓條媽媽在拄久，一個點頭甲抓條囝吐一個醒過來，真趣味的畫面，互真儕網友攏看過啊擺。屏科大和興昌生態科驗公司合作，做抓條飼囡仔的山頂放送。對5月13開始放送以來，是啥真儕隻的鳥仔的人在看，但卻已傳出危險的消息，這隻4月20左右出生的幼鳥啊不幸死亡。它包括腋下，然後肌肉，還有多處的內臟都有內出血的這個情況。根據過去的經驗，很可能就是中毒導致的，但這個只是外部症狀的判斷，詳細我們就是還要把內臟再去送去做化驗。病理解剖初步確認幼鳥仔的死因是中毒，但到底是農藥還是鳥鼠藥造成的，佫需要進一步來化驗。其實在2004年嘛有親像這種事件發生，台灣免禽研究會直播的抓條幼鳥仔幼年，嘛在3禮拜大的時陣中毒死亡。專家講唔是傷太大嘛，看出因受到的威脅。野外投擲的鼠藥種類其實非常多，都會造成生物累積。農藥野外投放的種類又更多了。就新它的食物來看的話，蛇類它有可能會吃到老鼠，它也有吃到鳥類，這一些動物它都有可能暴露在農藥或者是老鼠藥的風險。工作人員佇田內面用鐸割做生態架啊，農藥也是鳥鼠藥啊，若是入去到環境，會造成小連鎖的影響。專家表示，官方界是持續推動設立田中的生態架啊，會當互免禽來幫助掠鳥鼠。投放鳥鼠藥啊，雖然是不得已的，但是會當透過抗二壓仔來降低對非目標物種的毒殺，而且對源頭管理、落果管理等等，來減少鳥鼠啊，減少用藥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